歡迎大家收睇浩然正氣，又係我Charles翟浩然。咁今次咧就係可以話 YouTube 頻道首次咧衝出咗香港，嚟到吉隆坡馬來西亞呢邊啦。咁我身處嘅地方咧就係馬來西亞海外華文書市。咁咧呢一個可以見到就係好有特色嘅香港館。呢一次咧就係香港文創處所資助嘅騰飛創意線上線下香港館嘅呢一次嘅盛況啦，亦都係今次書市嘅20周年紀念嘅特別獻禮。咁好開心有我嘅書咧，今次咧就喺度出售嘅。咁今次咧就係我嘅光影裏的永恆回憶嘅系列啦。咁有5本啦，分別係跨時空經典、強人本色、星羅雲布、常在我心同埋匠人天下。咁好開心咧，第一次嚟到馬來西亞就可以嚟到呢個書市度咧同大家見面，亦都好想同大家介紹下今次由香港出版總會同埋香港印刷業商會佢哋合辦嘅呢一次馬來西亞海外華文書市香港館嘅盛況究竟係點嘅呢？今次呢一個馬來西亞海外華文書市咧，喺香港館呢邊咧，其實咧唔好淨係介紹我翟浩然嘅書啦，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嘅，包括譬如有綜合類啦、香港影視文化類啦，同埋嗰邊嘅兒童及青少年圖書嘅。其實咧，我都見到好多出名嘅唔同嘅作家，佢哋都有唔同嘅著作喺度嘅，包括有我好欣賞嘅倪匡先生啦，佢嘅譬如佢嘅唔同嘅著作啦，又或者係原振俠嘅系列啦咁樣，咁亦都有好多唔同我中意嘅名人明星佢哋嘅一啲書，譬如咧我見到呢一本，溫拿50呢本書咧，話呢一本咧係佢哋 official 嘅書，我相信咧都係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同埋好多珍貴嘅訪問圖片咧喺入邊嘅，咁可以話相當之豐富，同埋咧真係令我覺得咧置身喺香港。仲有佢哋嘅設計真係好別出心裁。雖然我而家身處喺吉隆坡，但係我呢一刻原來係踏足緊九龍，又甚至乎香港中環嘅街道上邊，好似好有香港嘅感覺。不如我哋過去嗰邊望一望好唔好啊？嗱，今次書市嘅香港館，因為有香港出版總會同埋香港印刷業商會，咁其實佢哋其中個宗旨咧，就係想將香港嘅出版同埋印刷文化點樣同埋香港嘅影視咧去掛鈎，咁所以咧佢哋嘅展品咧都係緊扣呢個主題，係別出心裁噶。譬如見到我身後啦，佢嘅唔同嘅電影嘅海報啦，其實咧佢都有唔同嘅小說啦、漫畫啦係改編而成嘅。咁當中咧，由70年代嘅，譬如李翰祥導演嘅呢一套《金玉良緣紅樓夢》啦，然後再到80年代嘅，譬如《流金歲月》啦、《玫瑰的故事》啊、《老貓》啊咁樣，去到90年代嘅，好似《東邪西毒》啊、《霸王別姬》啊。咁當然我哋冇忘記嘅就係話妹姐同埋哥哥嘅一套經典嘅作品《胭脂扣》啦，仲有梁朝偉、張曼玉嘅《花樣年華》啦。咁另外關錦鵬導演嘅《紅玫瑰白玫瑰》啦。好啦，最近期啲嘅就係《九龍城寨之圍城》，仲有《世外》啊。呢啲電影咧，其實全部咧都係同出版咧係有個息息相連嘅關係，亦都係今次我哋書市咧想帶出嘅主題，就係呢啲由無論小說啊、漫畫唔同嘅紙本改編嘅電影咧，喺無論係香港甚至其他海外市場咧，都係咁受歡迎嘅。相當珍貴而精彩嘅展品，仲包括金庸武俠小說同倪匡科幻系列嘅影視改編對照，許鞍華、關錦鵬、楊帆等等嘅導演點樣去轉化張愛玲、李碧華亦舒筆下嘅經典文字，仲有《九龍城寨之圍城》，從小說、漫畫到電影嘅跨界歷程，俾大家親身走入文字嘅情緒之中。今次華文書市咧，其實好多個心思咧，都擺咗落去佢嘅設計上面嘅。即係譬如我哋見到呢一個叫印刷冰室，點解咧？其實咧佢嘅書咧都係展示咗好多唔同香港印刷嘅書嘅不同設計。咁但係咧佢就用咗一個冰室嘅包裝，譬如話你見到啦，有推理咖喱角同武俠沙爹牛。
好多嘅唔同嘅香港嘅冰室嘅特色咧，就喺晒呢一個嘅展覽嘅展櫃裏邊啦，咁樣。而嗰啲書咧，亦都真係可以見到香港嗰個印刷嘅巧思喺裏邊嘅，即係譬如你見到呢一本，哇！我見到打開嚟，你可以見到咧，佢印刷係相當之特別，同埋相當之精美，係好有心思嘅。一見到咧，你就會愛不釋手嘅。而另外咧，亦都可以見到呢一本啦，呢一本咧係可以話都幾好賣，同埋攞獎嘅。呢一本書設計嘅巧妙之處，就係將好多唔同嘅 size、texture、紙質混埋一齊，設計而成一本書。係集齊咁多印刷嘅巧妙之處咧，其實係真係好值得收藏，同埋可以見到香港印刷業嗰個厲害。今次香港館嘅另一角就係用咗當鋪呢種裝修嚟到呈現，一入嚟就已經好有懷舊 feel。咁呢一個嘅 corner 係收集咗啲乜嘢咧？其實就係一啲得獎嘅佳作。得到咩獎呢？又包括有香港出版雙年獎啦、10本好讀啦，同埋香港印製大獎等等等等68本嘅得獎佳作呢，其實都喺呢一度呢，大家可以睇到。咁當然啦，得獎嘅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啦，包括有譬如講港式奶茶製作技藝啦，亦都有一啲譬如係頭先我介紹過嘅紙本煉成啦，又或者我其中一位好欣賞，我諗大家都好中意嘅呢一位巨星林青霞，鏡前鏡後嘅佢呢本著作啦，咁樣都係得獎佳作嚟嘅。咁其實咧負責人同我講啦，因為咧佢哋想係喺一個比較感覺有裝修感、設計感同埋比較高檔次嘅喺個空間裏邊咧去呈現呢啲得獎佳作，而當然亦都不離有香港嘅風味特色。咁所以咧就有個咁樣嘅裝修入到嚟咧，真係有一種好唔同嘅質地喺度，係比較典雅啦，但係之中咧你又會滲咗淡淡嘅書香喺度，的而且確咧係會令人流連忘返嘅。呢度仲有一個特色嘅，叫做光影源頭由此起，咁就係可以話咧，從一個作家去寫作，去到出書，再拍成電影，嗰個成個過程咧，都係喺呢度呈現嘅。譬如咧，就係我哋見到呢一張嘅寫作台啦，佢入邊咧，我會見到係由亦舒小說改編，楊帆導演嘅《玫瑰的故事》同埋《流金歲月》啦，成個感覺咧，真係好似一個作家喺度執筆咁樣。其實開始係寫小說先，然後跟住進而咧出版，再改編電影。咁而《玫瑰的故事》同埋《流金歲月》咧，都係有佢哋嘅海報咧，係呈現喺度，其實好有感覺嘅。另外，我哋都見到一張好珍貴嘅照片，就係電影《新獨秘刀》當年佢嘅劇照原相，咁而亦都有姜大衛哥哥嘅親筆簽名。咁呢一套我當然亦都係覺得係好象徵到當時邵氏嗰個嘅武俠片盛世啦。咁再加上姜大衛咧，可以話係我哋香港影壇嘅長青樹。佢由佢以前做武打片，到今日佢演劇情片，無論喺劇集、電影，都係有咁出色嘅表現嘅，亦都啱啱攞咗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男配角。我係好佩服 John 哥嘅。好啦，行到呢度，你亦都見到佢哋嘅心思所在，你會見到好多一連串嘅字，其實只要細心啲望一望，就會知道係我哋好多唔同香港電影佢嘅經典對白，令人咧係好難忘噶。即係譬如，如果喜歡一個人，我會喜歡佢。又或者係如果多張船票，你會唔會跟我走？你淨係講呢兩句，大家已經可以想象到梁朝偉同埋張曼玉喺《花樣年華》嗰種愛恨嘅糾纏，哇，好刻骨銘心。咁而另外咧，仲有入得嚟城寨，你幫人，人幫你，講明係城寨啦。你會即刻嗰個城寨個畫面咧，係栩栩如生咁樣生動咁樣印喺你腦海裏邊。其實咧，呢啲本來全部都係寫喺劇本裏邊嘅文字，但係因為演員嘅出色表現啦，同埋佢哋嘅深刻嘅演繹咧，就會令到呢啲咁嘅影像咧，係永留喺我哋呢一啲戲迷嘅腦海裏邊。
今次出席馬來西亞海外華文書史香港館嘅重頭戲，自然就係帶住我5本《光影裏的永恆回憶》嚟到吉隆坡出席分享座談會，題目就係回憶香港娛樂圈的黃金時代。嗰日好開心啊，因為見到咧現場係塞滿咗馬來西亞嘅書迷，台下嘅凳咧幾乎係坐滿晒啊！從跨時空經典、強人本色、星羅雲布、常在我心，仲有匠人天下呢5本嘅著作，一頁一頁咁樣揭落去，其實就可以從香港最經典嘅歌曲、電影、電視、廣播，甚至係出版電視書，帶領我哋走入時光隧道，可以重溫我哋香港最好嘅流行作品。當一張張經典嘅相片呈現喺大家嘅眼前，我真係可以好近距離聽到台下蛙聲連連。哇，真係好靚啊！哇，呢張相真係未見過喎。可以話咧，香港娛樂圈嘅流行經典，唔單止係香港觀眾好懷念啊，甚至係海外嚟到吉隆坡，大家依然都係咁讚嘆，依然都係咁鍾意嘅。最喜出望外嘅係，大家唔止聽我講，仲好踴躍咁發問問題，講出自己對以前香港娛樂圈嘅一啲睇法。我覺得呢一個溝通係相當寶貴嘅。而完成咗分享座談會之後，亦都有部分書迷即場去買《光影裏的永恆回憶》俾我簽名，大家再面對面深度交流一下。我最記得嘅就係有一個書迷咁樣同我講，佢話其實佢唔識睇中文，不過真係俾香港娛樂圈嘅文化深深吸引。佢問你可唔可以將你嘅書譯成英文出版呢？咁我就咁答佢，我話我當然好想我嘅書有唔同嘅版本流傳到世界各地更遠更廣啦。同時我亦都深深相信過往嘅輝煌璀璨，亦都印證咗香港娛樂圈嘅經典作品係可以衝破地域文化同埋語言嘅限制，去到世界每一個角落都係深得人心嘅。嗱，書展去到最後嘅最實際嘅，梗係希望大家咧幫襯咧買翻本好書，因為你都知道呢個年頭咧，而家要出本書咧真係唔容易嘅，因為面對住網絡平台啊，出版界咧其實生意咧係越嚟越難做嘅。不過都依然有好多有心人咧去支持出版界、印刷界咧，咁先至有咁大嘅書市可以舉行成功舉辦嘅。咁而當然啦，最後最緊要嘅就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光影裏的永恆回憶嘅系列啦，一共咧係有5本嘅。喺今次咧亦都好多謝咧馬來西亞海外華文書史咧邀請我過嚟啦，同埋俾咗個咁靚嘅專櫃咧，可以係成為咗香港影視流行文化嘅其中一份子。咁希望咧大家多多支持啦，亦都來年嘅2027甚至往後日子咧，希望呢個書市繼續發光發熱，當然亦都繼續推介更多我哋香港嘅流行文化同埋一啲好書俾大家馬來西亞嘅讀者。今次嘅時間差唔多啦，如果中意我頻道嘅話咧，希望大家可以訂閱、分享、讚好、留言同埋支持，仲希望大家連廣告執都撈埋。呢日差唔多，下次再見，拜拜。